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。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苦，有情免惊缘分薄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虽然看无咱前途。坎坷的情路，沉重的脚步，害阮不知要如何。路路大，路行愈宽，心愈来愈寒。阮的梦你若知影，也袂放阮受拖磨。天地遐尼大，痴心找苦我，只要你作伴。阮已经对倒你的梦，希望你会来听疼。李真是啊，讲实在的呢，我是知影讲吼，你即马甲迄阿芬仔咧行啦。啊若无吼，李婉仪啊吼，嘛是足介意你吼，互我做囝婿呢。妈，你即马是咧讲啥物啦？无啦无啦，啊无我莫讲就好。哎，紧紧转去煮饭啦。你真是，我先转去煮饭哈。好。哎，加食一寡哈。李婉仪啊，啊。迄日间我甲你讲过一件代志吼，恁兜的郭子园改做观光果园的代志，你考虑了啥款？吼，这个代志哦，好是好啦，阮小婉人吼嘛答应呢。啊，毋过吼，你做这种代志，咱毋知要为倒做起吼，我也拢袂晓啊。你毋免烦恼遐尼济啦，若是你对我吼有信心吼，你拢交互我做，我来设计，我来执行。李先生啊，李先生，陈厂长，你很遮？嘿，嘛真奇怪安尼哈，这阮兜呢，怎么我袂用伫咧遮啊？哈？哎呦，我想说袂记啊，唔是啦，我唔是这意思啦。大家坐啦。啊，多谢多谢。啊，陈厂长今仔有啥物贵事吼？哦，是无啥物贵事啦，嘛是为着迄块土地的代志。啊，你有种的哦，甲你讲一3天的期限啦，换来做伊走啦。啊，我咧想讲，李先生，这件代志哦，遮尔歹参详，想拜托你哦，你甲有种挡者啦。这吼，安怎？你无愿意啊？毋是无愿意啦，是啊，无是。哦，李先生，请你放心，这件代志若圆满解决吼，我绝对袂失你的礼。你嘛好啊，莫安尼吼，万项代志讲吼，用钱就有法度解决啦。你就是安尼啦，爱钱嘛毋是爱迄款的啦，去做钱更好啊啦，哈！这件代志吼，会变到安尼吼，就是拢你爱钱啦。等你慢慢，我讲一句，安尼骂2-3句。哎哟，乡长啊，你爱偷笑呢？我若要骂你吼，你真正爱比咧偷笑哦，哈！人咧李先生吼。真正若有困难，咱怎么吼，毋着安尼大家吼，甲斗3工毋才对？但伊即摆是有啥物困难啊？伊即摆甲政府也无来往啊，啊，你有种应该欢喜才对啊。陈厂长，政府吼已经答应我的求婚啊。啊？答？无咯，迄政府那亲自甲讲吼，伊甲你又无。无啦，迄代志已经有变化。啊？变？不，这代志袂用。那安尼做咯，会害死我。拜托你先生，千万人安做，拜托。你先免烦恼遐济啦，我再来想办法啦。好啦，李先生，只要这件代志若会当圆满解决吼，我就答应你甲政府的婚事啦。但是你若是无解决吼，啥物拢免讲啦。
这是。哎，啊，你无叫人啊？阿姐，大家好。哎，其他的囡仔咧？哦，其他囡仔哦，因遐妈妈拢来吵吵转去啊。哦，阿姊，你喊阮去画图无？好是好啊，不过阿姐囡仔无用呢。小玉，叔叔啊，逐工遐尔无闲着，免有时间陪你去佚佗啦。啊，我知影，阿姊来是要找结婚姐的，我来交叫。免啦，我家己即摆就使。各位小朋友，咱来去画图，甲叔叔讲再见啦。叔叔再见。再见。啊，快点来。哎，小心哦。会较水咧。请问，天灵，你的伤有较好无？无啥物要紧啊？你遐坐，坐遐休困一下。天灵，你看，这花有水无？我即摆种花吼，已经足有经验的啊。我阁想要种花，我另外打算讲吼，要买一块地来好好种花，甲卖花仔的钱吼，好好来照顾遮个囡仔。天灵，天灵，等下是安怎啦？是毋是无赞成我的计划咧？那会啦，你这计划真好啊！我敢若想讲，好啊啦，你想安怎啦？我知影，你一定会支持我，对无？来，我教你种花。请问，我要转去台北一逝，有一寡代志我要转去处理，处理了我就会转来。真无你的想。我拄着有讲，一定无啥要紧啊。好啦，那咧，你关少来来说你哦。唔知啦，你放心。拜拜。天灵，是毋是跟我有关系？他说阿母，伊若一时无法度接受我，我会用慢慢来等啦。静芬，我毋是遐闯帮的人，我别甲代志用甲乱糟糟。有代志无？无啦，我看你还是赶紧转去。再见。天灵，假使你若无法度倒转来，我会永远袂怪你。哎，小妹妹，我袂歹哦。阿姊，这间厝是要画啥物事？遮会水啊？你家己想想啊，你爱画什么色，爱画什么色啊？哦，无来安尼啦，这个屋顶吼，咱就用这咖啡色的啊，你看。小婉啊，你三大要这画图，哈？哦，阿呆，你找我什么代志是？我想你姓李的，李天灵的伤啦，我一定无要紧啊，出院啊。小婉啊，我一直感觉讲，我毋知有做啥物唔对的代志啊。你本来就唔对啊。是啊，你即摆讲啥？无啦。小婉啊，我即马哦，足惊看到阿芬啊！顶无偌久，我看到阿芬哦，一方面咧走，啊一方面咧哭。你啊天天约伫后壁，一日讲我阿芬拢无要插伊啊！我想哦，阿芬已经觉悟啊，知影讲哦，伊甲你啊天天做伙，一定无啥物适合的。你讲对无？阿呆，有适合无适合，只有因两个人才会知影。而且阿芬嘛已经答应你先生的求婚啊呢。无可能，你伫咧骗我对无？我啥物都爱骗，你应该面对事实才对。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，我绝对唔相信啦！阿呆，阿呆，哎，各位小朋友，阿姨等等，
你要结婚啊？阿呆，你是听啥讲啦？我听小阮人讲的啊，这是真实的。无啦，我只是答应天年的结婚，啥物时阵结婚，还阁唔知影啦。你是哪要答应伊啦？我是讲你安尼做，对你有啥物好处啦？阿呆，我从来拢毋捌想讲，啊别人身上对有啥物好处，我摆拢会想要歹去。你来想咩啊想，想到家己足痛苦的。也毋过，我真做啥物拢无想要想啊。我来想讲吼，遐个囡仔，我是要安怎来教育大汉，伫社会上做一个有路用的人。啊，我想讲，想要来帮助天灵，甲伊计划做会好。你小阮啊，小伟，小阮啊，我即摆是安怎啦？会艰苦应该是我呢。小伟，你拢莫讲啊！我知影阿呆，伊毋是遮尔戆的人。阿呆，他小伟捌甲我讲过。伊讲男兄根本就无啥物啊！这我要相信啊，啊，不过我今日讲的毋是这啊。阿文，我要老实甲你讲，迄都市人的嘴哦，较敖讲话，你家己哦爱想清楚啦。小婉，我相信阿呆哦，我总有一天会了解啦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，人生的路途。伊个讲，阮甲咱结婚是毋是有结果？伊只是人，我无可能将伊放互袂记。副总，你莫想遐多啦，真可怜。一个人若是敢卖家可怜，规气死死好啊！副总，你千万毋通想袂开呢。人生除了爱情以外，还佫有真侪真美好的代志啊！你讲啥物？我看起来，敢参像要自杀的人呢。是啊，参像于副总这个岁大小姐，迄若走去自杀了，我看全天下敢若大部分人拢会哭死哦。你这样嘛才随便的呢，无拢问着你啦。啊你是讲啥？我是有代志要来找于副总讲话呢。丽华，你去无影你家己的代志。是。于总，有啥物代志讲啊？无啦，等我遮远的路走来遮找你，啊，伊说连坐也要请我坐坐。请坐。多谢。啥物代志？你讲啊。代志是安尼啦，迄李天玲啊，已经去找阮阿爸，讲要甲阮小妹结婚的代志啊啦。也毋过吼，阮阿爸讲顾着咱的交情啊。咱并无啥物交情啊。毋管有交情无交情，非伫阮阿爸吼无答应就对啦。于副总，你甲想看卖，把乡长就要解选，咱若是为着这土地的代志闹起来，结果煞叫迄坚持反对游乐区迄个长甲当选，请问你，啊，你的游乐区阁想要做落去？搁再讲，李天然根本就是自私，为着家己目的不择手段的啦。伊竟然叫阮小妹来反对阮阿爸，趁早甲伊结婚。于副总，其实哦，我感觉讲叫你家人较亲切啦，哈。家人，这个感情的代志哦，你都要想较开。但参像李天良这款人无情无义的人哦，你根本就无必要对遐好。但全世界大部分人来讲啦吼，比伊较好的人是足济啦，啊，准讲是我。你赶快出去！你转去甲恁爸爸，啊，佮恁小妹，啊，佮有李天林讲，我余雅玲这口气，我若忍受落来，
我绝对要因付出代价。无唔对，全世界无人唔知影，什么人得着阮余雅玲小姐，什么人都要付出真大的代价。陈先生，你讲的话我一句都无爱相信。我根本就无必要你来相信。陈正雄，你想要讲白菜？我根本就无叫政府话俾恁爸爸。李天灵啊，迄话是你讲的哦，你毋是对阮小妹真痴情，你为什么又搁走来找嘉玲小姐？敢讲你两个人拢无爱放过心啊？你才真可呢！你什么错呀？哎呀，在恁遮都市人大头家，哪会比我这庄脚人搁粗鲁哈？哎，你即摆会用走？有啦，嘉玲啊，我还阁有代志要甲你讲呢。无啥物通我讲。有啦，我还阁一个土地代志哦，要甲你参详啦。我即摆无想要讲，请你离开。李天灵啊，阮小妹已经知影吼，你来台北找嘉玲的代志，我甲你讲，你都唔通脚踏双条船啊！迄若变过吼，是真歹看啦吼。我来走，再见吼。嘉玲，让咪到店来食饭。你两个拢唔食，刚才目睭经恁苦甲我看，我会消化不良呢。紧食啦，这物件真贵呢，无食会拍算啦。天灵，我问你，你是毋是因为我要顾陈乡长的代志，才赶转来台北？唔对，你凭啥物叫我原谅因呢？我并无要求你原谅因，我只是来甲你参详，对咱双方拢有利的代志。愈来愈消化不良啊！有啥物话看我讲啦？无啥物好讲的啊！天灵，你是安怎要安尼对待我呢？雅玲，会当讲的我拢已经对你讲了，对你，我只有失礼两字。我这几年感情的付出，你就讲安尼一句话，是嘞？拜托袂啦！早若知安尼吼，我规带恁两个去运动场，看你要冤偌大声拢会用得。我今仔毋是来甲你冤家，雅玲，以前你毋是嘛真赞成我讲甲游乐区甲庄家合作伙的计划？你即马讲来讲去，都是为了陈静稳对无？雅玲，你听天灵讲落去啦，伊讲这个计划吼，我真有兴趣呢。好啊，你来安尼讲啊。雅玲，我有讲过，一口气。我即摆会使稳稳的，也毋过我雅玲，也毋是我欺负的啊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，人生的路途。你听天灵讲落去啦，伊讲这个计划吼，我真有兴趣呢。好啊，你来安尼讲啊。雅玲，我有讲过，一口气。我即摆会使稳稳的，也毋过我雅玲，也毋是我欺负的啊。无唔对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不过你嘛袂当为着要保护我，去伤害着别人啊！你爱讲道理嘛。你意思讲是我无讲道理是无？好，你慢慢去讲。雅玲，雅玲，这个雅玲吼，我实在实在袂调啦。见面吼，招出来食饭，食一半就做伊走啦。歹势哦，雅玲。雅玲，清气，我也无哭啊，莫阁复强啊。雅玲，我捌讲过，你是一个真明理的人。准讲你也要用保护手段来处理感情的代志，受到伤害。不是讲对方呀，保护了后，你敢会感觉快乐是？这个土地的问题本来就应该爱解决的，生理就是生理，我即摆是解决生理上的问题。干嘛呢？
天人的计划嘛是一个真好的解决方法啦。表妹，你即摆也是甲我送斗相共？当然嘛是甲你斗相共。也毋过阿玲，我无希望这样代志会对你造成伤害。阿玲，放较开咧，莫阁折磨你家己啊！但这样讲了是真有道理，乡长就要改选啦。准讲你若为着土地代志，甲同家的人闹起来，结果互坚持反对游乐区的长家的人当选，安尼代志以后就真麻烦啦。你真是啊！这代志有结果无啊？无结果呢。啊？那会无结果啦？人安尼来哦，因一定会告我。啊，时到我这乡长，唔着叫张泰山边个摕去做。陈乡长啊，你先坐啦。莫安尼紧张啦，我会叫我的朋友邱条明继续去甲余副总甲考劝。但你都无办法啦，伊哪有法度啦？事实这件代志哦，讲起哦，我上可怜啊！迄余副总的就是哦，为着证婚，这个死查某鬼啊，为着遐囡仔哦，甲因爸作对，人家因这老爸若无掠鬼哦，伊哪个无欢喜的款？细汉，你对我讲过，是非爱分明，人情黑白，踮在一个无情现实的社会，事事着爱看详细。妈妈，你交代的话拢有听，人生的路途，阮步步小心行。妈妈，怎样你要